无欢喜。我要因为你的手所做也来快乐。是咱人生427首，上帝做阮代代感谢，请起立吟全首。
经过风一吹，就无去。伊的原理无可去。总是耶和华的慈爱，归是敬畏伊的人，对永远到永远。伊的公义也归伊定定顺顺。就是遐守伊的约的。伊让伊的家是来自咱的。耶和华伫天顶设立伊的宝座。伊的国家恁遮有大官能的天使，听伊的声，正伊的命令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遮做伊的天使，听伊所管的，拢着学乐耶和华。恁一切受伊创造的，伫伊所管理的各位，拢着学乐耶和华。我的心心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同心来祈祷。主，感谢你，这一年当中保守阮的一切，也好阮会祝福的满满。虽然经过抗疫经过苦难，但是主，你予阮每一天拢有够命的一切，也予阮免受着丰富的但地上的所创造一切，你拢予阮满足，然后阮伫生活当中嘛有够命。阮今仔日是今年度上尾一天的主啊，阮望你保守阮未来路站，予阮有法度打过你要予阮打的重担，予阮行过你要叫阮行的路站，照你的旨意来行，每一天拢是上祝福的，予阮有满满的爱来分享阮四周围毋捌你的人。主啊，阮知即个使命是你赏赐予阮的，毋是阮家己有的。主啊，阮愿意将阮家己献进你的手中，愿主的圣父名恳求，阿门。记载圣经提摩太4章60至8节，4章60至8节，咱同齐来看。因为他爱最万年，我对是的教，我已经真正做了见证，已经是靠造的路上，已经是所信的道理。但要我的愿力如我的来的，就是主最公义的生活是一定被化。那要活我，也要互伊啊，因无伊免的啦。这是啥百字班来的是？
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互咱伫今年最后一个主日，咱咧讲侍奉年，所以最后一个主日，咱咧讲侍奉人生。咱的终身一生拢咧侍奉，就是咱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是真做侍奉的人生。毋是你是牧师，你才是侍奉的人生；还是讲你是做长老，你才是侍奉的人生。既然主所拣选的真侪天地上帝的囝儿的，就是真做侍奉的人生。侪人拢会当来真做咱的模范。也有侪人伫即个中间，因咧侍奉，咧真做咱学习，也是甲咱同齐咧学习。伫即个中间，有些滑水嘿，好。还佫会记得咱伫侍奉人生所讲的遮个侍奉的呼召、生命、积分。个器具、品质、团队、发展，才咱讲过迄就是内容。然后伫即个中间，到底咱安怎来成做一个侍奉的人？今仔日我有请三位三个兄弟姊妹来到伫咱的中间，利用短短的时间来甲咱分享。大部分因拢毋是。因差不多拢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啦，拢第一代的基督徒所以互咱知影讲，伊到底伫即个中间来到咱的教会，安怎来学习，安怎伫遮来学习来侍奉的第一位咱请雅丽姐妹到第一，麦克风，之后你来用麦克风，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昨天闪所以今日大家有机会听到我实际的声音我代表生命教育彩虹团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阮的事这是阮团队的人员，阮韩心怡还有那个bingo，还有我们的那个。强老师后来也都来支援我们，因为我们当中刚才有人身体不舒服都出来的代志暂时离开，我相信上帝有一天会阁来好调回来所以阮足感谢有一寡人来阮支援阮遮内底咧嘛有迄种，就是阮苏清姐，伊已到退休的年纪毋过伊嘛是行出来，伊头仔讲我已经到退休的年纪莫叫我出来啦。结果伊嘛是行出，结果即摆行比阮搁较厉害，我经服侍的单位，有迄个国中得胜者课程，就是清理到我两个人去服侍，搁有西式国小是阮彩虹团队的一些志工。搁有爱育幼儿园，那个每个礼拜的礼拜四，对，阮的大堂的幼儿生命教育和那个查照的服务，目前都是对4个部分在服侍。搁来咧，到底上帝还有偌济钱？我会记有一届我甲那个慈惠执事咧讲话，伊甲我讲做上帝当上帝互咱同价，哇！这是我头一届听到，我真正最感动，太好了！上帝知影我欠一个，互我同价，我才会服侍，我相信上帝安排。我有这个发票的习惯，我想讲，我甲我的发票这个搁较好，有一天一定会得大奖。我相信我服侍上帝互我同价，因为慈惠执事的一句话因为以前我无听过讲，咱服侍上帝互我同价，所以我就开始想讲，我创造机会互上帝互我同价。万一想讲，我是写来买一下乐透，无一定真正会互我中着，对无？上帝的安排，到底上帝互我的工课是啥物？咱来再来看卖上帝互我的工课标准。这是阮国中的生命教育那个得胜者课程，阮结束的时阵那些国中生，伊拢会写一张卡片，来答谢阮2位老师。
他们都很用心，都画都家己画。然后每一句话，有的虽然只是很简单的说谢谢老师，有的很简单的说，你都在我不专心的时候提醒我。不过在上课的过程当中，其实拢看到每一个囡仔的成长，嘛看到讲原来以前我教囡仔的方法是错误的。然后呢，大概请伊在上课，因为请伊是主要教导者，我是辅助的。伊大概在上课的时阵，我拢感觉好棒，我上了1场免费的课，我甲迄国中生的到顶上课。大概上的时阵，我就想讲，再一次的回忆我以前是安怎教囡仔，嘛再一次的享受讲，要打遐的国中生，给他们什么？再一次的享受，顶时讲教囡仔感觉，就是教家己的囡仔种感觉。所以，遐的国中生当做家己的囡仔在看待的时候，我就感觉讲，我就感觉压水，就像迄抖音啊共款。国中生是青少年，伊头拢累累啦，伊是因为青春期伊拢足不准的，伊家己嘛毋知有啥物，大家头拢累累，拢无精神，拢感觉全世界对不起他。我甲青云咧做的，就甲阮咧压水，慢慢压，慢慢压。有一天，阮希望遮个囡仔会当抬头挺胸行出来。这是阮咧采访的时阵，这个囡仔是高水的，这个囡仔就上课时阵就走来讲：“彩虹妈妈，我会当伫咧留言板写字无？”我讲会使啊，因为阮课本内底留言板是讲有时间的时阵，阮会叫囡仔写。这囡仔是主动起来，我讲当写，我讲会当啊，就做欢喜当去写，我就开始写。结束以后就陪我转去上奇怪，这囡仔主动一起写。伊主要就是写讲我以前啥物拢袂晓，毋过你来以后，我好像啥物拢袂晓啊！我要将心比心，我后摆要做彩虹爸爸。真正听了就感动的，我感觉所有的辛苦拢值得的，因为咱的付出有伫咧这个囡仔的心内定固，互这个囡仔知影讲要安怎将心比心。一个国小5年级的孩子，然后呢，这个是每节课程结束的时候，你看囡仔每一个人都写给一封信给我们。所以你看我有够多，这拢是上帝互我的感觉。我有时用的时阵，我就摕出来一张来看。虽然遐个囡仔拢写足简单的谢谢我心情足好的我想爱想算啥物安尼足简单。可是就是一种回忆，你感觉这个囡仔甲你是有互动，这个囡仔伊知影讲你咧教伊啥物物件。这就是阮长照的部分。长照的部分呢，就是咱教会的长照。那不过有大堂，通常大堂结束以后，不能去教育厅那边。长照的部分呢，我们长照说真的要教他们生命教育，我自己很汗颜大家机会拢比我较大，拢给我1倍以上。阮即个少年人要去甲人讲生命教育是要讲啥物应该是伊来人教对无？感谢主，真正生命教育是互相学习的。伫这内底呢，长照我就想讲，生命教育是足沉闷的，就是教你活爱安怎活，死爱安怎面对。我感觉讲应该是足沉闷的一个课程。我嘛一直咧想讲是要安怎甲这时段分享，大家拢是阿妈阿公去的嘛。其实阮伫咧内底，阮的长照足丰富的，阮的长照的生命教育，或许不像有一些专业的课程，比如讲专门就是做运动，还是讲专门就是做手工艺，还是专门就是唱歌。毋过阮就是逐项拢会当做，不欢喜做啥就做啥。有今日叫伊唱歌就唱歌，叫伊跳舞就跳舞，想要叫伊做手工艺，阮嘛会当安排。所以阮的课程是包罗万象。所以你会当看到嘛，迄场运动就是阮的长照的阿公阿嬷，伊拢有装备伊的演体，演了以后大家合唱，安尼。边仔迄2张就是伊唱歌、弹吉他唱歌那个照片，好再来。那我们还有比较静态的活动，就是有一届我感觉上帝真正是稳定。我在服侍的过程当中，其实有时真正会滑倒，会亚线，感觉足艰苦的。我为虾米爱做这？我一定爱这个时间，花这个时间来嘛。有时真正想无步，想规礼拜想讲海落时间要到，明仔载时间要到，我到底咧？因为阮的长照课程甲西式国小甲国中无共，伊拢有课本，阮长照无课本。我实在毋知要安排啥物，无课本通依循，其实
是很难教的，因为无一个理顺的物件，所以我定在想，就有时吼想，真正明仔载时间要到咯，嘛是搁想无步，真正交互上帝无要安怎，真正就交互上，就来困。过刚会使反复地真正上帝安排，圣灵感动，这个部分就是有一个真正圣灵感动，我真正要出门前什么都没有准备，我想说反正我去了，我找苏欣姐，她一定有办法，就交给她好了。可是还好，这个圣灵感动，她告诉我不可以带给苏欣姐，她就感动我说，年底了，我们要数算神的恩典。我就想，对，数算神的恩典要什么？用手指头一根一根数啊。所以我们那一天的活动就是，别几路做来对。为你的首长，指头啊分一张，大家人就写讲，你咱长照嘛成立1年多了，你伫遮你着上帝啥物的问题，都有人写讲，我身体讲较健康啊，我来遮食讲较饱啊，我来遮我做事变较随和啊，我来遮我感觉我学着才艺啊，还是讲我来遮，我感觉真快乐，伊都会全部拢甲写出来。每只拢有写，大部分拢写满满，真正是上帝的恩典。其实这我倒去，我来试着写看，我不一定写得满，说不定你自己买张回去写看看啊，你写得满写不满。这是另外一张，他们都很认真的在写。不会写字的，他也会要求我们过去，他念我们写。所以就是说，我们的长照有静态的，有动态的。在这服侍的过程当中，真的是。互相效力啦，就是我们也从那个长辈的身上学很多，然后学到他们的很多生活经验，然后也在这当中呢，真正交在有这个团队在斗阵服侍，有苏欣姐，有美国斗阵安尼，无讲诚济个人，伊搁要控制音效，搁要带，其实是无法度。真正感谢主，这一切拢是主的安排，互有法度安尼顺利进行。然后有一摆呢，阮就这嘛是一摆感动，就咧听到一首情歌听到邓丽君的歌，感觉诚好听。过来呢，就想讲情歌对啊，阮圣经内底嘛有雅歌啊，雅歌嘛是咧雅歌书嘛咧讲爱情的咱上帝的爱情就当情人共款，无一定伊是爸爸嘛，对无？咱嘛当做情人。所以我就一概呢，就用雅歌书伫课堂内底甲长辈分享。通常阮的上课尽量会把中心主轴放伫圣经里面，所以我们不是说就唱唱跳跳这样子就结束，我们会把我们的主轴放在我们的圣经里面，会做一个分享，然后大家互相学习。学习完以后，我们才有活动来呼应，还有活动来到底来呼应我们的那个学习的东西。然后这个是我们的那个看完雅歌书以后我们有一个动态影片，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有趣的动态影片。唱情歌。这是贵州咯，咱们有圣经。贵州咯，迄搭贵州咯有唱情歌啦欢喜啦来恢复少年的时阵。这是都是老演的不止这样对因为时间有限其中有一场真正最感动的，就是阮迄慧文姐甲李先生，他们伊是对无入捌主来长照，然后到尾信主受洗。阮顶礼拜就咧写讲，伊阵要写互上帝一句话，一句情话，你会写啥？
啊，其中吼，他的先生洪武雄一下，你是我唯一的神，我听了很感动。对一个捌主的到即卖受洗，也嘛讲唯一，所以真的是，这都是上帝和我的感觉。我看到遮个阿公阿嬷就当是我家己阿公阿嬷，啊，因为我过来就干嘛20几年，所以我足少有机会去台北服侍我的阿嬷。啊，阿嬷是对我细汉我强拢大汉，啊，无迄机会服侍伊，真正是感觉足唔甘的。啊，搁加在真正伫长照内底，我有即个机会当服侍遮阿公阿嬷，啊，大概开着因的手啊，啊是甲因相揽者迄种温暖，我就讲，我阿公阿嬷伫我的身躯边，啊，感觉就很舒服啦，真正是上帝给的恩典这样子。然后呢，上帝会互我发票大奖的，真正对呢。顶期的阮兜的水费的，水费我想讲啊，水费是啥物物件，啥会当得奖？这是我头一届水费去得奖，袂歹吼，真正发票嘛是爱经历，互你有经历，上帝就互咱机会。啊，其实这无做，这是一个小确幸，一个小插曲啦，毋是讲咱真正上帝互咱即种感觉。啊，毋过上帝互咱的感觉是比遮世间的钱财搁较丰富的。互你想拢想袂到的，比这钱财搁较重要的。属天的工价，这都是慈惠执事跟我讲的。原来我一开始都是当误会咯，我就是上帝要互我足侪钱，互我有机会中乐透、中发票。原来慈惠执事是要甲我讲，属天的感觉是有价的，属天的感觉是互你平安、互你满足、互你喜乐的，会互咱伫那服侍当中，那温上加温，力上加力，所以毋嘛讲，咱只要有机会，上帝在来咱叫的时阵，像我嘛是上帝在来我叫，我就头仔拢歹势，我感觉讲，搁有别人比我较叻，搁有别人搁较比我搁较有时间，为啥物要叫我？啊，搁来想想诶，因为我这个人吼，他不太会拒绝别人，这个是不太好的个性，要就说要，不要就说不要嘛。啊，可是我这个人就是不太会拒绝别人，不知道怎么说，所以呢嘛，安尼就互上帝捡过来。啊，时间是要安怎啦？真正做落去，你时间就会安排，时间就走出来。你也无做，你永远感觉到我就是对无意义，莫叫我来做。啊，其实在服侍的过程当中，阮的团队，阮是一个足好的团队，大家互相扶持。虽然有人暂时离开，啊，有人会破病，有人会有代志，甚至苏欣姐，伊讲。因厝人要招伊出国，伊讲我放袂落去。啊，阮逐个拢讲袂使，你紧去，阮就互相体贴。讲你离开去，即个机会你去，你会通陪阮来做偌紧。所以阮即个团队就是安尼，逐个互相甲上帝讲做起来。啊，嘛讲有机会，逐个嘛来参加，来斗阵做上帝讲。时间是咱行出去，上帝就替咱做出来。而且吼，时间会愈来愈多，你奇怪，哪做时间哪做？原来一天24点钟，一般的人拢讲迄是固定的，其实上帝互咱的时间搁较多。你会感觉讲，你来做饭嘛，你就会知，原来你去长照的时候，你去新市总，你感觉讲啊，原来我以前吼会去因如果无去做这个时阵吼，我可能因伫厝内看电视，伫厝内做我欢喜的代志，甚至我昨天。一天吼，走2顿，还是3顿去菜市仔学白踅，啊，你钱拢开去，啊，你即摆开始来做这段时阵，你毋免开钱哦，啊，你钱拢收掉了，这嘛是上帝互我的感觉，对无？啊，我的时间，我会当充分利用，因为我知讲，我做自动了，我都有偌侪时间会当做啥物，我就袂把迄个时间荒废掉，所以我的时间能够加出来。这前后比较之下，我感觉上帝是这样，互我的时间搁较多咯。我知影要安怎运用时间，所以上帝互我的工课原来是遮的，所以我就感谢讲有即个机会当服侍，咱嘛大家斗阵来服侍，谢谢。好，咱将平等归了上帝，咱人咧服侍，吼，咱的中级啊，做者兄弟姊妹早就拢一直咧服侍。啊，我今仔日特别伫咧请出来服侍的，迄志宏你出来请咧听，你出来赶紧，过来就是你吼，啊，所以我特别选的是。哦，亲像他都爱陈雅丽来认识他的人举手，陈雅丽哈，好，感谢主，好放下，不到一半，好啊，去卖志宏认识他的人举手，好，
谢谢吼，嘛差不多不到一半啦吼，啊，即摆换子红要甲咱迄个分享伊安怎来教会啦吼，啊，目前嘛有做一寡服侍吼，啊，我是感觉讲这是宝贵的，因为咱足侪代基督徒，咱自细汉就伫教会安尼啊，对遮的吼啊，第一代的基督徒的兄弟姊妹来讲吼，因的分享见证吼，也真严格，子红。各位兄弟姊妹，我今仔要见证是，我来教会以后，夫妻关系的改善。顶个就是是互阮的家，互我的家庭来。有麦克风比较靠近嘿，我先来介绍，我是第六人的，是来甲介绍的。阮结婚前甲见过一面，来嘛。刚过几届尔，其实阮是刚落来的，尤其是刚到是的。小等下，伊讲你听有吼，我发现伊是讲鹿港腔的台语哦，做甲人了。所以讲台语是做了，毋过是鹿港腔的啦吼，嘿，你听有吼？吼，我毋是鹿港人，我有做认真听，在听有哦吼。啊，你用小可较慢的无要紧吼，啊，足好诶，讲台语良国吼，好来，佮继续。我嘛，甲阮某讲着神的时阵，伊就叫我莫阁讲吼，虽然安尼，我嘛是家长的鼓励的吼，嘛家己做了决定要带伊，阮结婚后吼，定定冤家甚至去另外拄着吼，嘛吵到讲要转安尼，因为无有共款的价值观讲是因为对方的毋是，定定互歹互念用即个世界的价值观来批评。有时我会啉的，有时就无想要啉就比对方更强的来创击伊。结婚后，因为阮兜就是加大一个人嘛，原本的关系嘛是渐渐在改变。比如阮妈，因为阮爸对阮夫妻两个伤好因为阮爸对阮妈甲其他的囡仔无遮好，定定为着即个代志来冤家。我嘛甲阮大兄因对伊多年不满嘛，甲伊冤家，甚至到动手的地步。阮兜的气氛完全变啦。厝内人无法度共同食饭，做伙开讲，年到暗嘛无法度做伙食。我定定甲阮某讲有关神的代志，因为我感觉只有神会当拯救阮的家庭，但是伊拢无啥物变数。我即摆国家的冤家，我就甲呛讲，我的家就是咧分对神，我用尽心思嘛要去找教会安尼嘿，但是我无真正去找教会，因为嘛到拜六拜日，我就想要算到袂记的安尼。有一摆我甲阮某冤家真正去到煞物件，才真正认真去找教会，所以我就来到遮嘿，这是2年前的代志嘿。神互我一个启发，知影爱留伫遮。我伫遮已经自已经2年拜六我嘛拢会来参加即场的团契。我有时间拢会来，因为我心内会惊，我知影厝内底有一个黑暗的力量要吞噬我，互我人生完全的失败。亲像伊甲我厝内关系完全拢拍歹啊！所以我有时间我拢会来，我嘛互某来即场的团契。伊怎伊对我有心，但是伊生完囝了后，伊就无想要过来教会啊。我为着这国家的关系足大的，伊半暝就离家出走，迄阵我就去甲后尾搏啥，佫想着厝内关系拢支离破碎啊，而且感觉人生完全的失败啊。毋知下一步伫倒位，我对该感觉着甲耶稣家己
死的感觉，我就像我是迄个正定的中东，就像家己的手脚拢互紧啊，全身拢咧疼，只有分耶稣是我的希望。迄阵我就甲神讲歹势啊，因为我的贪心无想要付伤多代价来到今仔的地位。我今后会学耶稣来归心接受归基督。3天后我就收到伊的来，伊就甲我讲要离婚，要叫我付赡养费啊，伊真正感觉阮袂通，但是我只要我看一间，我就定调，我嘛无回伊啥物，因为神互我力量，知影要安怎去爱伊，要安怎去甲伊互补。即件了后，我就少甲伊有冲突，因为我嘛常常在为伊祈祷，教会有特别的活动，我嘛会招伊去。我感觉着神祝福我的事业环境，互我免遮尔艰苦嘛，免烦恼我的事业怎样发展，只要专心来操作神，嘛有足侪时间来陪我的囡仔，甲厝内啦，我有时间嘛会分做6点到7点早时的祈祷，希望是我做神的同在。最近1年阮夫妻关系改善足多。今年我会去发解查过1摆尔，而且足幸福好诶。我嘛感觉神祝福我的囡仔，互我的囡仔无灾无病，健康乐观。再祝福讲无搁轻生活人，伊知影神祝福阮诶是冤家，伊会怀朋友诶。阮某即摆嘛开始读圣经，无搁看电视剧。伊讲伊会恁会无看，伊会个性嘛，有咧毋诚多，无搁随伊发脾气，嘛，伊我较会关心啦，这拢互我相当的感谢神。好，谢谢大家。是伊的老爸老母，因是伫中山路面顶咧开佛具，开一个佛具行的啦吼。感谢主，伫即个中间，伊伫大学的时阵捌上帝，所以伫即个中间，伊才会讲，伊倒来到结婚了后，伊冤家内底想要来找上帝吼。尾后伊的迄小玲嘛吼，太太嘛拢有做伙伫个团体内底读圣经的加一吼，拢有一工读4章嘛吼，拢有要做伙读吼。逐遍看伊带小玲来，拢真欢喜哦。毋敢再内面是波涛汹涌吼，暗涛汹涌，吼，佫会冤家甲离家出走，伫蜜月内底佫会讲冤家甲安尼吼，伫蜜月嘛咧冤家安尼吼。感谢主足奇妙，伫即个中间阮的夫妻吼有改变吼。咱第3位吼，咱来请嘉宏吼，黄嘉宏。今仔我是嘉宏，因为我感觉我迄段时间是我人生上好玩的时阵啦。因为迄阵我的父母已经离婚啊嘛，然后我的妈妈就已经当兵，就咧当兵，然后我的小弟本来讲无当个厝内，我就到佚佗咧，然后我就感觉我人生拢无嘛，甲一片黑暗尔。然后我就看到迄个电视反正迄个好消息，伊反正就像一个像顾问说，你若耽误劳苦痛痛的人，就来我这边来，我就使你安息。我就想比讲，就讲不同对比好像一间教会，或者来一间教会。然后后来时，我就看到迄个维玉长老暗时维玉长老伫外口，就看到我一直来接待我，就讲你要来信耶稣看下，耶稣会使互你的身躯，互你的心清气，互你的心无安行行。然后我就开始来聚会然后聚会中间，其实我嘛是拄着这个问题啦，因为我妈妈身躯嘛是做无好，应该是有看到我，包括我妈妈。
就有诶时间，有妈妈嘛是叫迄个耶稣接去医院啊。我嘛是最感谢伊，因为这段时间虽然痛苦，但是伊嘛是常常咧安慰我。耶稣嘛是常常咧对着我身边啊。然后，后来一个时间就是迄个亚玲姐妹啊，伊有来关心我讲，我好像你来足久，我拢无甲伊讲过话吼。啊，伊甲我讲以后，伊讲，你是我国中同学嘛？你哪有我拢无甲伊讲过话安尼啦。啊，伊讲以后伊就因为迄阵伊职场团契嘛，伊就叫我去职场团契安尼。啊，我去职场团契以后，我就发现讲，以后就做迄个热心奉献，就热爱做诶，就爱做诶迄个兄弟姊妹啦。伊就会分享足多伊生命改变诶见证。然后我感觉我生命应该需要去改变，然后所以我就认真去参加迄个团契的生活安尼啊。啊，团契的中间，如果大家拢会互相咧扶持啊，互相鼓励啊，互相造就啊，伊分享生命中的迄个点点滴滴啊，为大家分享中间去得到力量，得到安慰，去体会到神的爱，去感受神的奇妙作为，去学习。安怎在家己搁较多诶迄个全然摆上安尼，所以我嘛去开更较侪时间去亲近神，去建立家己甲神诶关系。然后后来伫迄莫尼牧师诶邀请，我嘛去参加迄个职场祭坛诶祭司总聚，然后就开始即摆即个教会伫因牧师诶服侍安尼。我感觉服侍是逐个基督徒拢应该学习参与诶代志。因为上帝呼召咱、拯救咱，是为着要服侍伊，为着伊传福音，传到万国万邦，这是上帝美好的旨意。咱服侍毋是要得到啥物，服侍是要荣耀主，要学习迄个耶稣的样式。咱拢是基督的身体，而且都要来做肢体。肢体甲肢体之间爱互相供应、进供应、互相联络，斗相相对。咱来到教会，毋是单单为着要领受神的恩典，听神的道，嘛爱来服侍神，行出神的道，活出基督的生命。要活出基督的生命，就是透过服侍。神互大家人拢有共款的属灵恩赐，个人爱照伊属灵恩赐，彼此服侍，会使来造就其他人。不管是大大小小的事工，只要是为着神来做的，神拢会原谅伊。伫罗马书伫8章28节讲，咱拢知万事拢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这是爱你之意同招的来。当咱看到服侍时阵，伫服侍当中，咱的恩赐会使成长，生命嘛会使改变。其实咱服侍毋是要得到别人的快乐，服侍是要更较亲近神。服侍有时阵会将劳苦的重担，但是因为咱感受到神的爱，咱就会更较欢喜的去维持着神来服侍。神爱咱，甚至在就算爱主耶稣顶的时刻里中，为着咱上罪，所以咱应该要全心全意来服侍神。看到教会还是咱伫即个有需要帮忙所在，用咱上大的爱心甲力量来互伊帮助，还更较多的人，更较多的人来服侍神。来经历生命的改变，来得到属灵的造就。阿门。感谢。阿门。愿一切应当归乎主。你有发现，逐个起来讲话拢有皮皮纸无？继续爱用这种皮皮纸的态度服侍上帝，因为服侍神要战战兢兢，服侍上帝是安尼。摩西你出来服侍上帝的时阵，嘛是。皮皮纸，所以兄弟姊妹，咱拢感觉讲咱就是受恩的囝儿，对无？有恩典就有使命哦，有恩典就有使命，这是我新下边的老师甲阮教的。咱拢总爱恩典的，恩典天父恩典真正大，大足济，总是伫即个恩典内底有带有使命的。所以当你领受恩典的时阵，你爱伫迄个中间献上感谢，然后祈祷，
伫即个中间领受讲我若是安尼，我文典内底使命爱对倒位去，安尼你的文典就会变做长化圆深的文典，然后迄个文典会变做一个有深度的文典，迄个文典就毋是变做足肤浅的，吼，敢若讲啊，我着当你要传福音的时阵，其实有当时你就毋免讲啥物啊。哦，啊，有当时你若讲较济话，你若无领受文典，到底是啥物款的文典？伫你的生命中间会长宽关深的时阵吼，当你去讲吼，讲出来迄个文典，敢若足严正啊，啊嘛毋知要安怎讲出讲，哇，足好诶呢，信耶稣足好诶吼，所以求主怜悯，也求主帮助咱。互咱确实知影讲吼，咱活的就是咧侍奉上帝。当将来咱到伫天顶的时阵，咱也是伫遐侍奉上帝。所以伫咱一生的生命的中间，吼，你会当有足侪机会，啊，迄种侍奉吼，毋是无一定讲你爱安怎侍奉。顶间我有过去找一个老朋友，目前已经无教会好通侍奉咯，吼，伊无徛教会。伊伫伊的厝内面，伊呾讲来，我你来看我的塔门。啊，伊的塔门看出去外口是高铁，吼安尼，哇，车来去，安尼。啊，伊就讲你来看。当我每一届伫塔门安尼看的时，我就想讲，哦，即逝高铁对遮过，对南部过起来，我就想讲，一定有我熟悉的一个牧师坐伫内底。一台遮大，吼，这么一大列吼，一定有我熟悉的牧师坐伫内底。啊，我就为了祈祷讲吼，互伊去台北开会吼，会当迄，也是去遐服侍的当。啊，有对遮佫过去的，吼，啊，就为了祈祷。兄弟姊妹，这是毋是嘛是服侍，嘛是侍奉啊？虽然伊即摆无伫教会内底侍奉，总是伊伫生命内底伫遐来侍奉。啊，即摆牧师要考试哦，遮有一个叫做以诺对无？吼，这旧约内底嘛有一世人服侍上帝的人，遮拢是见证人啊。若讲到以诺，恁会想到啥物？与神同行对无？吼，365年，吼，甲主同行，到尾后就一直行，就去到上帝遐，吼。所以伊无死去啊，吼，伊就一直行去到上帝遐以诺吼。啊，搁来咧，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世人变成吼，因三个人，迄老爸、囝。啊，佮干嘛？吼，佮孙安尼三代，吼，这是对伫信仰内底，这就是信仰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上帝。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伊，对无？就离开本地、本族、本家，那以撒的，你毋免讲出来。你想到以撒，你想到什么款？想到伊是什么款的人？有什么款的见证伫伊的一生内底？雅各咧？伊的见证是啥物？过来约瑟咧，摩西咧，约书亚，哦，约书亚，啊，搁有最后迄个大卫，伫旧约内底，遮个拢足出名的，伫圣经内底常常提起，因的生命内底有啥物款的见证？兄弟姊妹，爱诚做你会当来学习。你若看到这个人的名，你若会当想出讲，伊会当互你学习的，我感觉这就是重点啊。有当时检查你圣经，你无在条安尼搭配，总是你看到啥物人啊，看到大卫，你就想着讲，哇，伊是一个安怎？知错能改的人，吼，毋知影毋对就随会当改，啊，是讲伊是一个安怎？伊是一个尊敬耶和华的人，吼，伊知影讲。扫罗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伊无随便对这个扫罗，敢若是伊的啥物，伊的对敌同款，吼。所以伫这个中间，过来咱来看新约哦。新约我摕2个人就好啦，吼，保罗挂锁链的亲妻，吼，挂锁链的亲妻，搁摕这个老约翰写约翰福音的。这2个人，伊的生命安怎来见证？保罗，伊的生命安怎来见证上帝？约翰，使徒约翰，伊的生命安怎来见证？伫这个中间，
近代最近诶，伫咱即个历史已经来到遮，差不多戴德生，捌听过吼？戴德生，伊是去中国传福音的宣教师、牧师。伊到伫中国，伊的头毛染黑色的，因为伊外国人嘛，伊染黑色的，伫遐学中文。过来马街，咱知无？马雅国有熟悉无？南大卫、贾伟、马希乐，还有史怀哲、布永康牧师，伊是连红工作现代的，1940年生。彭蒙慧有熟悉无？阁有其他有你熟悉无？伫即个近代内底，一生咧服侍见证的人，有你会当来真侪讲，每一摆想着服侍，会当想着的。点点点，迄就是你爱加上去的。我内底有我熟悉的，因带我搁一遍倒来教会的女牧师，也是我的属灵的长辈，就是伫咧点点点内底。所以遮会咧帮助咱兄弟姊妹，咱的服侍毋是靠咱伫遐硬做，也是讲我做这个对大家拢做有益处。上帝无欠服侍的人，咱要安尼讲，上帝伊所欠的是讲咱的心，是毋是有即个甲伊共款心第一重要。所以主伊讲服侍我是重要，我要看你的心。所以兄弟姊妹，做者服侍，无拄拄是人的面前的服侍，无拄拄是人的面前的服侍。做者服侍，咱会当用目睭来看，伫遐暗中的服侍，献上感谢。我嘛真感谢，一直有人会准备茶水，伫即个中间。虽然即个中间一直换无共款的人，总是一定有茶水。毋茫，这也是一个服侍。一个教会内底要互教会的运作，会当来真侪敬拜上帝，真顺时。有足侪细项的部分需要伫遐来服侍，包括着迄个洗手间、厕所的干净，对不对？迄嘛是，我会记咱的便所拄改过的时阵迄阵我的脚就已经无好，所以我需要用坐。第一件就是坐咧，我屁股怎啊动去？迄个时阵我的心足艰苦。因为明明是坐垫的呀，为什么上面会有尿液呢？所以足艰苦了后，我有逐个呼吁。第二礼拜尔，就有人买迄酒精喷液，一斤讲会当安尼喷来干净。我感谢主，咱的便所即摆真清气，坐就坐。因为我去到外公伫公共场所嘛，足少讲迄坐会动伫遐。所以咱伫即个中间，这嘛是一个见证，嘛是一个服侍，嘛是一个服侍。结论讲，咱的长老教会有一个 logo 叫做安怎？宁愿烧了，宁愿烧尽，不愿意烧坏嘛。这是布永康牧师，伊本身伫即个12月的时阵，12月初7拄过身。也未80岁，伊1940年1945年生，伊一生尾后差不多伫非洲，差不多报道用要60年爱伫非洲报道的是，大概拢足侪人，因为咱嘛知非洲足侪人的所以伊差不多将近，伊报道将近有1亿个人啦，1亿个人。伊所报道的迄场次的人次差不多1.7900万个人。有一遍因欠钱，布永康牧师讲：上帝啊，求你来帮助，互我要安怎？伊讲上帝讲好安尼我互你100万的美金。结果布永康讲：无爱，我无爱100万的美金，我要爱100万的灵魂，会当来得救。所以布永康牧师有一个名言伊讲我要看见地狱净空，天堂爆满。兄弟姊妹，
你有这款的心吗？还是你讲，我要看见鹿港所有的人，拢会当来上天堂？咱可能无像不用靠牧师讲，我要看地狱净空，地狱拢总无人，地狱拢总无人，天顶充满人。检查咱无够安尼，亲像连家恩连家恩少年人近代的见证者，伊讲上帝啊，互我10万人的灵魂，意思就是讲，互我会当50万人来传福音，伫我的生命内底做见证。所以兄弟姊妹，这个不永康牧师伊有讲，伊讲教会，你教会若是袂当互咱来成做一个拯救人的教会，伊讲教会不是让我们来享受的一条船，所以有恩典就有使命，稳定就是有使命，所以稳定使命重要，伊的迄个 bonus 是啥？就是会当享受啦，稳定当然有当享受啊，但是稳定上介重要的就是迄个使命，所以假使一个教会。若是真做一个敢若享受稳定的一只船，伊讲这个教会需要拯救，需要搁一遍去领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教会要爱真做一个会当来拯救人的灵魂的。兄弟姊妹，迄个好的精神我已经真正，该走的路障我已经走，该守的道我已经守，有公义的免流为着咱每一个人来流。保罗讲，迄公义的免流已经为着我流，总是伊也为着遐所有信无上帝来显明的人来流。我望咱每一个人拢会当得到这个免流，伫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最后，我用彭文慧老师，伊所讲的一段话。彭文慧老师今年已经90岁啊，已经超过90岁。这是伊89岁的时阵所录的一段话，所录的一段话伫遐你大家在讲。我是彭文慧老师，在台湾讲英文、讲音乐，还是天天的想的。你待会想到有一个人一起讲一点，可以做事情吗？当然可以。你一定要把我的声音播出，就要有意思，我们要珍惜每一件。所以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不管你年纪多大，因为很多人讲，我60多岁，我70岁要退休。其实我们基督徒知道，圣经里面没有退休，就是往前走，往前走，到最后往上去，就没有退了。不要退了，要加油啊！你还是要天天要做事啊！你看我是89岁，对，89岁，快90岁，哎呀！但是不要想到这个，你每一天，你有每一天的恩典，我们的时间都在神的手里。他知道我们每个人要活多久，就是要活到一个很丰富的、很快乐的一个生命。而且下一代人要看到我们怎么样，我们要呼吁他们。有的时候我看到人70多岁，他讲我70多岁不做什么，我说你70多岁那么年轻，我89岁嘛，加油！所以你还是要加油，不要放弃。要把你的脑子天天要用啊，要把你的事情做有意思的事情，不要老做这些。很多事情可以做，真的很多，而且你不要想自己，要想到别人。因为是你有心里快乐的，帮助别人的话，你就不要想到你自己怎么样。有时候有一点不舒服啊，那个脚比较不好啊，那就不要一直想着这个事情。你可以做什么就做什么，加油！鼓励你，不要放弃。我们这个生命还是要很丰富的，要很快乐的。真正祝福你们每个人。好，咱三角来祈祷。感谢主，你平平祝福伫阮每一个人，伫阮头拄仔所看到遐的一世人服侍你的人的心上，主你也平平祝福伫阮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主啊，伫今年最后一个主日，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主带领阮，互阮的生命成做一世人侍奉你的人，在上帝你的意思，
在上帝，你为阮每一个人所安排的道路，也在阮所拄着遮的困难挑战，遮的征战，拢要诚侪好的征战，遮的征战，拢要诚侪水胜利的征战。虽然这个中间要有流汗，检查也有受伤，检查有艰苦，总是伫这个内面，自到尾后，要阮看见你为着阮每一个人，拢有留迄个公义的冕流，是水的冕流。感谢主，带领阮伫年尾到年头的中间，一个特别关键的时阵，互阮的头脑会当清楚，互阮的心也有感恩，也有想法。知要安怎来跟对主的骹步，要安怎过来进头一跑走的龙站，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是咱人生是324首，大家勇敢同齐下路，咱一起唱首。我
其他人吼，真欢喜吼，宋宇甲玉欣吼，因的囡仔来到咱的中间啊，今仔日咱的中昼吼，就有着落了吼，吼，请要请咱食油饭吼，啊，甲迄个讲鸡汤啦吼，来。好，咱来为这个 baby 来祷告吼，因为上帝，阮将这个生命交托伫你的手，因为生命伫你遐来，你想使伊互宋宇甲玉欣，因会当有这个新的生命伫家庭内底通欢喜，也知这是你所想事的产业，主啊，你保守这个细囝，伫伊细汉的时会当有健康。伫伊的灵也知主你是保守伊的，也是赏赐伊活命的。一世人要行伫主你的道路的顶面。阮感谢你，也互爸爸妈妈会有智慧，知要安怎来带领这个囡仔，伫你的真理内底来大汉，将这个家庭，将这个小家庭交托伫你的手，特别将这个小 baby 交托伫你的手，安尼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安尼咱。来鼓励好无？谢谢来报告。第报告来先来谈今仔日的题目。第新的第300-40，咱来谈的，请就家己共同一切会，你着肯定心来。要有万物里面，要是自己起来，那这万一切会，就在我万物所里看见一切会，一有肯定心来，要有万物里面，要是自己起来，那这万一切会。咱自家分担，请咱同工家己看。1月份1月顶落是热成长老，即就是红字指示。咱看第3面，咱12月到2月，咱的家庭礼拜是暂停。北海西班的练习是礼拜的早起，咱的连续培育课程嘛是先暂停。咱的平个营伫1月4号有节约4号到新年度的3月初7才有开课。咱的拜六暗7点有职场团契，拜六暗的8点50有应班团的练习。主日的下晡有学生团体、青年团体的聚会。伫礼拜早起的11点，咱的兄弟团体嘛有聚会。详细的报告。今仔日是最后一个主日，也感谢主日今年的主题侍奉年，也就是杨碧秋的主日。明年的主题是宣告年，伊的代表是葡萄酒。原主点到咱宣告的热情，也感谢宋宇甲玉琴的夫妇为着咱准备油饭，也请兄姐老婆感恩，也为着因的囡仔来祝福。第二点，主日将1月初5要举行2020年大家团体会长甲各机构的首长的就任。中昼的爱餐是有本家甲义军夫妇因要准备的满月油饭。食饱餐后有要调开咱的中执会，请中执出席来参加。第3点，今仔下晡要调开新年度的施工的协调会，请咱中执甲各团体新区的会长出席参加。今仔日下晡中鹿港的爱乐要招咱的教堂做应答的发表会。过来就是请咱各团体会计将咱2019年的普测检交予咱的普测检察官，就是量地甲市民方便因的检查。中会嘛要伫1月18号的下晡举行普测检查，咱分会伫2月16要举行会员的学会。
鹿港区联合的祈祷会伫1月初3拜5暗8点伫咱区会，由咱区会负责带领敬拜甲祈祷，也欢迎大家来参加。第7点，咱2020年度，咱教会的各个团体依照会改选的名单，伫记伫下面，请咱将家己看。过来是伫会计部分请咱家己看，若是有错误，请咱的柜台来更正。也为着咱的鹿港的地区，为着当年教会、圣道港教会、甲兄弟身体协安尼家这来到以上。咱来这边是560首，原来就有耶稣道，请记得选手。厨房的边仔遐有餐厅，当然只袂夭夭第2场的礼拜咱三角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宋宇甲玉心，因有一个古水的鞋主感谢你，也互阮中昼会当甲同欢喜伫油饭甲鸡手内底，阮来享受，互阮兄弟姊妹身心灵拢健康。你也祝福伫这个家庭，祝福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身上。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名，阿门。好，安尼咱。